去到今年嘅時候，大家都可能見到 AI 越嚟越勁啦，例如 Cloud 啲 code，其實我覺得純寫 CRUD 嘅 code 其實係會好高嘅 chance 會完全被 replaceable 啦。大家都見到 AI 越嚟越強。老實講，如果你每日做嘅只係砌 code，跟住個 spec 揼 code，你被取代風險真係非常高。而家 AI 生成一段 API 最快3秒搞掂。如果你嘅核心價值只係將需求翻譯成代碼，你其實已經企喺一個幾危險嘅位置。越高要求嘅公司，越唔會只係睇你寫唔寫到 code，佢哋真正睇嘅係你有冇權衡取捨思維。面對 high concurrency， 你會揀 Redis Cache， 抑或先優化 database index？ 遇到 race condition， 你會點處理？個系統係咪真係需要拆 microservice 呢？呢啲問題從來都冇標準答案，佢考嘅係你對系統嘅了解，同你喺唔同 constraint 之下做判斷嘅能力。所以問題唔係 AI 會唔會取代工程師，而係 AI 會優先取代嗰啲淨係識做 execution 冇架構思維嘅執行者。真正值錢嘅工程師唔單止寫到功能，更加會理解成個系統點解要咁樣設計。當你開始成為一個識判斷做決策嘅人， AI 就唔再係你嘅威脅，而係變成你嘅高級助理。如果你想知道點樣由淨係識寫曲升級到擁有系統架構思維，點擊我 profile 連結報名參加我嚟緊嘅免費網上分享會啦！我會同你拆解工程師真正突破職人天花板嘅路徑。我係練馬師 Casper， follow我同你拆解更多香港 IT 界嘅面試標準同實習心法。我哋 webinar 見。